主啊，感谢你你是的灵，主啊，我们是有灵的我们，你很想跟我们沟通，你创造我们这个像你一样有灵的存在。主啊，这时节我们心里来，我们的灵来愿赞美你。主啊，我们的灵多么渴慕你，多么渴想你，世上的任何东西里不能给我们真正的满足。主啊，真的我们的灵是渴望你的真实的爱。主啊，我们的灵是渴望你的不改变的真理。主啊，这个上帝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让我们深深的理解，一直陪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请你带领着一切的礼拜，一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前辈请进。
他痛苦。谁是我亲爱朋友？陪同我最大朋友。我们去面奔走万水，来到主恩座前求。我想你那对日失去，我想永不爱感受。借一我们为早晚去，来到主恩座前求。祝福看到热着心头，有光出现天空。我们切莫灰心时候，等到主恩座前求。可许可见中心保佑，困难面前不疑忧。我们若能主动之后，放心他同桌前求。不都很难太不快，话语充满了念头。主心里我也来主说，快到主恩座前求。你若当女有难自理，那你到主恩座前求。在主怀中平安无忧，与主同在永无忧。我用全能主，爱的主。借我为将万事，来到主恩座前求。弟兄姊妹早晨平安，我哋一齊誦讀《使徒信經》。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瑪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以下讀啟應經文，首先由我讀。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亦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於父神。阿們。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的客临是聚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阿们。亲爱的主啊，很感谢你的很深的慈爱来，真的一直保守着我们，也这宝贵的主日礼拜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中，一起做礼拜。主啊，真的我每一天在你的很深的这爱里面，在你很深的保护里面活。主啊，可是我们又在一个星期当中，说我们生活的忙碌，主啊，我们里面有的时候忘掉你，主啊，真的我们的心不知不觉因别的东西而远离的，主啊，我们里面真的一切不知不觉让你的心难过的，主啊，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我们的灵魂的深处很渴望住在你的这完全的爱里面。主啊，真的我们在你的爱里面，主啊，才我们的灵魂得到真正的安息。主啊，别的东西不能给我们真正的满足。主，我们这时间里渴望你触摸我们。主啊，这时间我们也渴望我们更深的见面主，更深的看见主的爱。也主啊，我们这时间渴慕真的你的这爱来洗净我们的一切的罪。主啊，让我们渴望你的心来到你的殿中。主啊，你为什么真的让我们做礼拜？真的我们是你的百姓。主啊，也你是真的想把我们，想真的祝福我们。什么东西才能够真正把我们呢？主啊，是你的宝血，在宝血里面，我们才得到真正的保护。主啊，真的我们活在这世界，就是圣经里面说我们是旅客一样。主啊，你是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不只是指这个人生而结束，你是真的永远让我们回到你的怀里。所以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短暂的时间，为了我们这世界的时候，我们不在这世界的时候有肉体有灵魂，可是主啊，真的跟着这灵魂的这渴望来生活，所以不只是指短暂的东西而生活，是为了永远的而这属灵的渴望而生活。你有恩想给我们祝福，让我们的通过这短暂的人生来，给我们创造永远的有价值的很宝贵的。这样的人生很宝贵的人生都来带领。主啊，所以我们也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呼召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亲友，有些朋友，就早上起来了，就已经回去了。所以我们听见有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很吃惊。原来，真的在这地上的时间是短暂的。主啊，真的请保守我们。虽然我们每天很多事情，可是主啊，我们不忘掉，因现在的急的事情而真的不忘掉永远的更重要的。
主啊，我们的人生不为你颠倒的生活，主啊，真的把永远的把神放在我们的最前面的位置。主啊，不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这一切的人生才是更美好。主啊，这时间也，真的天父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做圣灵的工作。主啊，真的我们把你放在我们的最前面的位置。主啊，我们愿意站在灵里的话语的位置。我们的人生的主人就是天父，就是主耶稣基督。主啊，这时间请你来跟我们说话。主啊，给我们谦卑的心，让我们谦卑的聆听。主啊，特别分享你的宝贵的话语给了牧师，向你来使用它，抓住它，只通过它来宣布你的生命的话语。主啊，我们的心口呼你，请你来带领保守一切，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聖嘅祝福嘅孩子們，腓立比書第2章第2節，你們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為有慈悲嘅恩父，我就感謝你，感謝主你時刻嘅看顧保守着我哋。主，我哋每一個人都會喺主你嘅無比嘅呢份嘅恩典同埋呵護保守嘅當中，主讓我哋能夠在主你跟前嘅時候，讓你嘅目光等係注目喺你主嘅身上。主啊，真係我哋嘅心係何等嘅切慕着主你，主盼望我哋嘅心能夠與你嘅心能夠相連。主啊，讓我哋喺今日嘅食物嘅當中，主讓我哋心思完全被你嘅話語、被你嘅愛嚟去吸引。主讓我哋能夠喺我哋嘅意念當中、心思當中、情感當中，主上嘅情當中，主願我哋願意與你去同在，與你嘅心連心嚟到去生活。主盼望我哋能夠成為主裏面嘅咁嘅喜樂。主願我哋點能夠可以成為主嘅喜樂呢？主將你看嘅係並係我哋所獻上嘅，我所擺上嘅。你看嘅係我哋嘅內心。主讓我哋嘅心等等去仰望你，渴慕住主你嘅時候，願主你嘅話語嚟去潔淨我哋，讓我哋嘅心靈能得着安慰，得着力量。願主你藉住呢個話語去教導我哋，讓每個孩子們能夠藉住呢個話語能夠認識你，能夠學習去敬畏你。主啊，我哋願意成為一個敬畏主你嘅兒女。願主你去添加俾我哋從你天上而嚟嘅智慧同埋能力，好讓我哋能夠喺現今生活當中作為主你無瑕疵嘅兒女。主啊，保守着我哋，讓你常常置身喺主你嘅真道當中，求主你開啟我嘅心扉，開啟我嘅耳朵，開啟我嘅眼睛，能夠睇得見你，能夠遇見你，能夠與你更深嘅建立咁樣嘅愛與信心嘅關係。求主你去保守祝福每個孩子們，讓佢哋能夠每天喺主你嘅愛當中嚟到成長。亦求主你去祝福喺使用今嘅用之後學，用主你嘅話語嚟到去指教，令到佢每個人嘅成長。感謝你，透過奉主耶穌嘅名字祈求。阿們。咁而家喺讀經嘅時間啦，今日讀嘅經文咧出自喺《使徒行傳》1章15至到26節嘅，讓我哋一齊開始。那時有許多人聚會，約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間站起來說：弟兄們，聖靈藉大衛的口，在聖經上預言領人捉拿耶穌的猶大，這話是必須應驗的。他本來列在我們數中，並且在使徒的職任上得了一份。這人用他作樂的工價買了一塊田，以後身子仆倒，肚腹崩裂，腸子都流出來。住在耶路撒冷的眾人都知道這事，所以按照他們那裏的話，給那塊田起名叫亞革大馬，就是血田的意思。因為詩篇上寫着說：願他的住處變為荒場，
靈在內居住，又說願別人得他的職分。所以主耶穌在我們中間始終出入的時候，就是從約翰施洗起，直到主離開我們被接上升的日子為止，必須從那常與我們作伴的人中立一位與我們同作耶穌復活的見證。於是選舉兩個人，就是那叫做巴撒巴，又稱呼猶士都的約瑟和馬提亞。眾人就禱告說：主啊，你知道萬人的心，求你從這兩個人中指明你所揀選的是誰，叫他得這使徒的位分。這位分猶大已經丟棄，往自己的地方去了。於是眾人為他們搖籤，搖出馬提亞來，他就和11個使徒同列。係咩？好，今日牧師正道嘅題目呢係補選馬提亞代替猶大的位分。有請牧師。好，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好，咁感恩，即係聖經話，真係神咧係從歲首到末咧都係保守着我哋每一個人。特別對於中國人嚟講啊，又係一個迎接咧新嘅開始嘅時候。我哋睇農曆嘅話啦，係中國人咁嘅話，一年之計在於春嘅，係所以對中國人嚟講啦，立春嗰日咧就係先係一年嘅開始。亦都可以話係一種古人嘅智慧，係咪？所以都盼望我哋能夠啦，雖然新一年當中已經開始咗嗰一個月啦，係咪？成個真係快，今日過咗一個月啦。都盼望我哋能夠可以重新嘅帶住新嘅心啦嚟到去開始。盼望我真係神喺今日嘅當中，相信神真能夠藉住個話語嚟到去堅固我哋，嚟到去知道我哋能夠喺佢個話語當中啦，能夠去漸長，即係能夠成長，結出咁樣嘅生命嘅果子咯。咁喺個嘅經文當中，今日我哋會咧結束咧《使徒行傳》嘅第1章。其實又可以講上年第2章啦，先至係咧《使徒行傳》嘅開始。喺第1章都喺度跟住聖靈嘅，跟住聖靈嘅降臨，帶到新嘅時代，聖靈嘅時代，亦都開始一個新嘅歷史嘅篇章。咁喺第2章嘅開始之前，喺第1章結束嘅時候，記咗件點樣嘅事情咧？咁我想睇嘅呢段經文，就係咧補選馬提亞啦，作為使徒嘅呢個事件。點解需要補選使徒咧？係因為咧嗰個位分咧，猶大咧佢已經丟棄啦，往佢自己地方去啦。其實大家即係我哋去思想去讀呢段經文嘅時候，其實我好希望我哋能夠感受當中嘅一份嘅氣氛。我哋需要知道當時嘅嗰份嘅氣氛係點樣㗎。上禮拜睇到啦，關於背叛者嘅一個嘅命運，最終嘅可能下場啦，係非常之嘅悲慘㗎。睇到大家唔好以為呢個只單單係加勒人猶大嘅故事，淨係咧發生喺猶大嘅身上邊。其實可以話我哋每一個去行走信仰道路嘅時候，可能我哋都會遇到嘅，所以你需要常常去提醒我哋自己，我哋只用使徒保羅嘅話嚟到去作個嘅勸勉。哥林多前書嘅10章12節，所以你們以為，所以自己以為就得穩，必須謹慎，免得跌倒。喺度咧，我哋好需要我哋從歷史嘅教訓當中嚟到去吸取咁樣嘅教訓。
對前人嘅前驅可鑑，係咪？我哋需要好好去學習嘅時候咧，我哋得着咁樣嘅智慧。咁喺咁嘅經文當中講嘅關於咧補選使徒呢件事情，啱啱提到咧，點解要去補選咧？係因為咧猶大佢丟棄咗咧一個嘅位份，以至咧需要有人嚟到咧去得佢嘅一個職分。大家去諗，有別人去得自己嘅呢個位份嘅時候，大家心情會係點樣嘅咧？兩個講啲乜嘢咧？聖經裏邊咧有咁嘅話，只能嘅咧哀哭切齒。其實聖經當中好多類似咁樣嘅表達嘅，只能喺黑暗嘅當中去哀哭切齒啦。大家先知道有分明嘅咁樣嘅世界㗎，所以聽着猶大佢嘅失足，所以而家需要重新嘅去補選一位嘅使徒。所以咧，眾人搖籤搖出咗咧馬提亞，而且咧佢就同咧西個使徒咧同列。所以今日我哋需要明白到當時嘅嗰個氣氛係點樣嘅，係非常之令人戰驚啦，甚至肅立嘅咁樣嘅場景。所以大家點樣能夠我哋更深能夠明白今日一樣經文咧？我哋先咧更先去睇關於咧迦勒人猶大嘅咁樣嘅事情。首先我哋講咗啦，作為背叛者嘅猶大啦，佢呢個命運啊係非常之嘅悲涼、非常之悲慘嘅。佢嘅死啦，可以話啦，整個主耶路撒冷人裏面都知道，當然一件好嘅事情啦，係咪？但係我再去睇嘅時候，猶大嘅猶大個名字係非常之美好嘅一個名字嘅。突然間啦，猶大佢成為一個咧背叛者嘅一個嘅名，一個嘅意思。都盼望我哋今日能夠從今日段經文當中啦，再深去思想關於臨到喺我大家我哋身上面嘅神嘅呢個呼召，呢份嘅揀選。咁大體嚟講啦，今日分享嘅內容咧有3點。第一點就係咧，點解猶大佢會跌倒、會背叛咧？第二個就係關於補選使徒嘅事情。咁第三個咧，就係得着聖靈嘅能力啦，去為主去作見證。咁喺琴日啦，聽咗位牧師嘅分享，係佢個自己嘅親身嘅經歷。聽佢嘅分享啦，俾我一個好深嘅感動係啲乜嘢咧？佢話咧，人都係罪人，都係只能夠咧往罪、往滅亡嘅道路嚟去走，而且係飛奔嚟去走。所以真係冇主嘅保守嘅話咧，人只能夠咧往滅亡嘅道路嚟去走嘅。呢個牧師係一位非常之火熱嘅一位嘅傳道人，佢帶領好多嘅年輕人咧去信耶穌，去栽培佢哋成為咧主嘅門徒。都係一個非常之令人敬佩嘅一位嘅牧者。佢話佢有一次喺佢聚會之後咧，喺佢回家嘅路上，佢分享佢自己啦喺呢段路程裏面嘅所發生嘅內心裏面嘅爭戰。喺嗰刻之前咧，充滿住無限嘅恩典，因為見到好多聖靈嘅工作啦喺弟兄姊妹身上面，非常之嘅歡欣，非常之嘅喜悅。但係咧喺轉念之間，佢會自己咧好似呢個世界咧去到另一個世界一樣，佢非常之可怕。佢會自己咧差啲成為一個咧好似魔鬼一樣嘅咁嘅人。當然佢講得非常之嘅形象得喎，但係得我即係好深嘅感受到嘅係啲乜嘢咧？佢一句話，佢一段經文咧就俾咗個嘅將個結論。佢就話啦：你要保守你心，勝過咧保守一切。咁保守我嘅心真係非常之重要啊！
特別喺而家嘅世代，令我睇到嘅嘢非常之多。打開手機，咩都可以睇到。但咁嘅時候咧，我哋需要小心，因為咧我哋睇到啲乜嘢嘅話咧，就通過你眼睛咧，進到我哋嘅心嘅裏面嘅。一開始可能俾一樣嘢去吸引，慢慢咧會俾一樣嘢充滿，慢慢會俾一樣嘢去充滿，最後咧會俾一樣嘢去抓住。所以而家我哋係處喺一個非常之激烈嘅屬靈嘅爭戰嘅當中嘅。要知道啦，魔鬼就好似咧遍地遊行嘅獅子一樣啦，去尋找咧可吞吃嘅人嘅。所以好重要嘅係好好保守我哋嘅眼睛。咁樣嘅時候啦，我哋只能好好保守住我哋嘅心㗎。所以佢話你要保守你心，勝過咧保守一切。因為人嘅心嘅果效啊，都係由心嚟去發出㗎。所以個心非常之嘅重要。所以有句話叫乜嘢咧？金玉其外，敗絮喺其中嘅。好多時候可能外出就非常之嘅好，非常之嘅華麗，但係咧裏面充滿住咧咁樣嘅腐敗嘅，咁樣嘅醜陋嘅嘢喺當中嘅。所以對我哋嚟講，我哋需要將佢焦點啦放喺我哋嘅內心嘅當中嘅。而且話到啦，因為人一生嘅果效啦，都係由心嚟去發出嚟嘅，所以好好保守心係非常之嘅重要。翻今日嘅經文當中，點解猶大佢會背叛呢？其實我可以從3點咧嚟就去睇，我哋需要咧只係睇關於猶大佢嘅背叛嘅，因為咧呢個故事咧並唔係話喺嗰陣時嗰啲猶大身上面嘅咁樣嘅事情。要知道咧，猶大佢作為12個門徒當中嘅一位，跟咗耶穌3年。但最終咧，佢成為跌倒嘅一位。對於我哋嚟講，我哋邊一個人同耶穌生活過3年嘅時間咧？有冇聽過耶穌嘅講道咧？有冇耶穌一齊去生活、一齊食飯、一齊住咧？冇㗎，係咪？所以對於我哋嚟講，其實我哋同當時門徒們嚟比嘅話啦，其實我哋需要更加嘅警醒㗎。所以好話，我哋唔好以為咧，我哋站得穩。本該我哋係一個咧，去提醒別人、勸勉別人嘅咁一個位置，但係最終卻咧自己咧失足咗。可以講啲非常之大嘅一個嘅教訓。咁點解猶大佢會背叛咧？的確我哋諗到嘅原因係啲乜嘢咧？好現實嘅，因為錢，係咪？所以猶大用咗30兩嘅銀子啦，賣咗自己嘅夫子，賣咗耶穌。所以睇到喺約翰13章嘅當中，當猶大喺黑暗當中消失之前，喺12章嘅裏面啦，記住咗一個故事，就係咧打破玉瓶嘅一個婦人嘅故事㗎。正當一個婦人打破個玉瓶，將香膏抹喺耶穌嘅腳上、佢嘅頭上，呢整個房間咧都充滿香氣嘅時候，猶大佢講啲乜嘢咧？咁你香膏可以買30兩銀錢啊？點解唔去變賣去周濟窮人呢？大家猶大因乜嘢嘅緣故去背叛呢？其中一個我可以睇到嘅原因，就因為錢嘅問題。因為咧，佢用30兩嘅銀子咧，將耶穌賣咗啦。但係你知道咧，從約翰嘅記錄當中，我哋知道約翰咁係記低嘅。佢話：他說這話並不是掛念窮人，乃因他是個賊。大家人離開信仰嘅理由啦，有好多個嘅，好多種。其中一個可能係因為錢嘅問題。所以可以話，其實喺我哋去走信仰道路嘅時候，或者我哋去走門徒道路嘅時候啦，
第一個會面對嘅挑戰係啲乜嘢咧？就關於咧錢財嘅物質嘅呢個試探。當然唔會話好咁赤露嘅一個方式去顯現嘅，可能會通過好多唔同嘅樣式方式啦嚟到我哋嘅當中，但咧本質其實都係一樣嘅，都係咧錢嘅試探。大家唔好以為信耶穌嘅人先會遇到啊，每個人都會遇到嘅，係咪？更何況啦，行咗喺作為主嘅門徒嘅呢條道路當中咧，呢作為主嘅門徒，其中一個條件啦，就係要去得勝咧物質嘅試探嘅。所以耶穌佢點樣講嘅咧？耶穌佢話：狐狸有洞，狐狸有洞，天空嘅飛鳥有窩，但人子咧卻沒有枕頭之地。呢個就係主嘅佢嘅生活。佢話係一個連磚頭都冇塊嘅，連磚頭都冇嚿嘅咁樣嘅生活嘅，係咪？但係可以話啦，係非常之浪漫嘅生活。因為咧唔被咧所有咧去束縛起嚟嘅。所以作為相信耶穌嘅人啦，可以話我哋咧係享受住咧係真理裏面嘅自由嘅咁樣嘅人。所以咧咁樣嘅物質咁樣嘅錢財啦，唔再成為我哋嘅咁樣捆綁㗎。有好多嘅人啊，都係咧喺咁樣嘅錢財嘅捆綁嘅當中咧去到去生活㗎。你睇到咧，作為真正主嘅門徒啦，係能夠得勝啦，咁樣一種嘅試探㗎。咁呢第一點啦，咁第二點係啲乜嘢咧？我哋知道猶大咧，佢叫做加略人猶大，加略人猶大。其實啱啱提到咧，猶呢個名字係非常之好嘅名字㗎。大家去俾自己嘅仔女改名嘅時候啦，希望改個好嘅名字㗎，係咪？所以聖經當中我哋知道咧，猶大有猶大支派啦，而且創世記當中提到咧，猶大係個小獅子，而且佢係拿龜嘅一個人，龜係啦。而且大家喺以色列人被巴比倫俘虜嘅時候，只有一個支派猶大支派啦，能夠真正咧可以去傳流落嚟㗎。而且咧，猶大嘅一個字面嘅意義咧係讚美嘅意思，所以可以話其實猶大嘅名字咧係非常美好嘅一個名字。突然間佢成為一個背叛者嘅一個代名詞。咁猶大咧叫做加略人猶大，加略呢個地方咧叫做上次講過啦，係一個嘅有可能一個地方嘅一個名稱，但係咧加略人啦。加略人咧，亦都可以話係一個喺當時嘅喺社會當中咧，一種好特殊嘅一種人嘅名稱，就係奮銳黨人中嘅其中一支。佢哋經常帶住咧咁樣嘅刀劍喺身上嘅咁樣嘅人。簡單嚟講就係班政治狂熱分子，佢哋追求啦，通過暴力啦、鬥爭嘅方式啦，想去推翻當時嘅咁樣嘅羅馬帝國對於咧以色列嘅猶太地嘅一個統治。加略人猶大咧就係當中其中一員，但係佢卻跟從咗耶穌。點解會跟從耶穌嘅咧？可能對佢嚟講，睇見耶穌佢嘅説話行事咧都有大能，唔知啦，行過咁多咁驚人嘅神蹟嘅時候，佢諗通過呢個耶穌，通過呢位嘅彌賽亞，呢位基督啦，能夠帶俾以色列一個嘅復興，一個變革，係咪？佢帶住咁樣嘅夢想咧去追隨耶穌㗎。呢個大家要知道啦，福音係有可以改變一切嘅能力㗎。所以睇得見啦，喺公元3、4世紀嘅時候啦，呢一個嘅羅馬帝國啦，正正就被一個基督教啦所改變嘅，係咪？成咗基督教化嘅咁樣嘅國家。
呢個可以話係福音嘅能力，係神嘅咁樣拯救嘅咁樣大能。但係我先睇嘅焦點係啲乜嘢咧？即係猶大佢裏面，佢跟隨耶穌嘅動機，佢開始帶住一個非常政治狂熱嘅動機去跟隨耶穌嘅。定解佢裏面啲動機啦，唔改變嘅話啦，最終會同耶穌啦會錯開嘅。因為佢哋裏面幾個嘅眼光冇改變，佢冇睜開對於真理、對於愛嘅咁嘅眼睛嘅時候咧，佢唔能夠真正與主咧能夠成為一體嘅。雖然係站喺一個門徒甚至使徒嘅一個位份上邊，而同耶穌三年一齊，但佢裏面咧冇真正打開咧對於真理同埋愛嘅眼睛嘅。所以通過呢個打破玉瓶嘅呢件事件啦，雖然表面上嚟睇就好似因為錢嘅問題，但係不單單係因為錢嘅問題㗎，有比較更加深層嘅咁樣嘅問題當中，就係猶大佢裏面嘅一種嘅思考嘅方式，佢心嘅方式，佢思考佢心嘅方式，亦都話係佢裏面嘅佢嘅動機。佢嘅心思、佢嘅意念嘅問題㗎，所以係我睇見呢個保羅咧，俾腓立比教會嘅書信當中咧，有咁樣嘅勸勉，話到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嘅心思，有一樣嘅意念，使我嘅喜樂可以滿足咁樣。好重要嘅係啲乜嘢咧？有一樣嘅心思，有一樣嘅意念，有一樣嘅愛心。兩個人點能夠可以喺埋一齊咧？點樣能夠去同行咧？唔同心就能夠同行。所以大家真係我哋希望能夠與主同行嘅話，首先咧，我哋需要與主咧有一樣嘅心思，一樣嘅意念㗎。所以睇翻猶大，雖然跟耶穌3年啦，但喺佢裏面，喺猶大嘅裏面啦，佢嘅心思意念啦，冇跟住耶穌嚟到去改變過嚟。所以當佢話點解香港唔係32銀錢去真係窮人嘅時候，耶穌點樣去回答咧？耶穌話由得佢啦，呢個婦人係為我安葬之日嚟到去預備㗎。常有窮人與你們同在，但你不常有我。耶穌咁講㗎，只是你們不常有我。其實更深喺思想嘅時候，喺個愛嘅關係嘅當中，佢唔能夠與對方喺一齊，佢係個非常之令人感到心酸、心痛嘅咁嘅事情㗎。所以我睇見啦，喺嗰個婦人嘅身上，因為佢明白主呢份嘅愛，所以佢盡佢所能嘅，將佢所有嘅呢個香膏啦，毫無保留去獻上俾耶穌嘅。佢知道啦，耶穌啦就好似呢一瓶極貴重嘅香膏一樣嘅，主咧佢白開俾自己。完全冇得進入我哋去倒空，去傾到佢嘅生命。所以佢話，不論你哋去邊度傳福音，都要去述説咧呢個女人所做嘅咁樣事情㗎。其實呢個當中需要表明嘅係啦，就希望我哋能夠明白啦咁樣嘅福音嘅世界。即係主為着我哋嚟到傾到佢所有嘅一切。甚至自己嘅性命咧，都甘願去攞出嚟㗎，係咁樣嘅一位。而且咧，我哋去傳揚咁個福音，咁呢個福音自己係啲乜嘢咧？即係主佢嘅生活㗎。
亦都可以講係主佢所走過嘅咁樣一條道路。嘅問題係猶大佢冇明白，佢冇睜開咁嘅眼睛，反而咧束縛喺一種人本主義嘅思想嘅當中，即係諗住咧靠住人佢就外在嘅人為嘅方式可以嚟改變。但係知道啦，人嘅努力當然冇人需要努力，人都需要努力，但係並唔係話通過人嘅努力能夠可以成就一切嘅。即係一個人嘅改變，能夠靠住自己嚟去改變咩？唔能夠嘅，唯有靠住咧福音嘅能力嘅，只能靠住愛，因為真正嘅愛，人先至能夠真正去改變嘅。任何一切靠住外在嘅呢啲嘅行為，呢個方式咧，最終都會失敗嘅，都會以失敗嚟到告終嘅。所以我哋話我哋係主嘅門徒，係跟耶穌嘅人。咁大家我哋跟住耶穌嘅動機係啲乜嘢咧？我哋話我哋認識神，咁我哋認識係點樣一位神咧？其實聖經所啟示俾我哋嘅一位係點樣嘅一位咧？係通過咧耶穌基督所彰顯出嚟嘅嗰位愛嘅一位嘅神。但係你知道啦，其實每個人嘅裏面，即便你唔信耶穌都好啦，每個人裏面都有自己對於神嘅一種嘅想像，一種嘅認識嘅。喺呢啲認識嘅當中啦，冇耶穌嘅，係咪？所以每個其實每個人都帶住自己嘅一個眼光，嚟到去認識神，去跟隨耶穌。所以話我哋基督徒。你好可能我哋係一個冇基督嘅基督徒，我哋相信神，但係好有可能我哋係並冇真正去認識神㗎。真正能夠認識神嘅道路啦，係通過咧神嘅呢個特殊嘅啟示，通過耶穌基督啦所彰顯出嚟嘅嗰一位愛嘅嗰一位。所以我哋每次禮拜就都會祝禱，係咪？祝禱一開始係以邊個人開始咧？係咧以耶穌基督嘅恩惠嚟開始㗎。所以我哋每一個人係因著啲咩緣故能夠嚟到神嘅跟前咯？係因著啦主呢一份嘅白白嘅恩典㗎。通過主嘅犧牲，我哋能夠咧嚟到主嘅跟前㗎。但問題喺我哋生活當中，啱啱我哋開始唱嘅詩歌咧，有首叫做注目看耶穌。其實好盼望我哋都能夠試下去注目去看耶穌，有個希望係咪？好多時候現實係點樣咧？我哋並唔係睇耶穌，係咪？並唔係睇耶穌所走嗰條嘅十字架嘅道路㗎，點咩？即係諗住咧，我要去走嘅一條道路。雖然我哋係信耶穌啦，但係我哋咧，係點樣動機嚟到去跟隨耶穌咧？其實每個人都唔一樣㗎。所以我哋睇耶穌12個門徒，可能12個門徒跟隨耶穌嘅動機都唔一樣嘅。猶大都係一樣，佢帶咗一個啦政治狂熱主義嘅一種嘅夢想，係咪？盼望咧，藉住一位大有能力嘅耶穌，能夠去推翻羅馬嘅殖民統治，重新建立一個點樣嘅一個嘅國度。呢個可以話係猶大裏面咧，去跟隨耶穌嘅一個動機。所以佢咧，成日都帶住咧咁樣嘅刀劍嘅。機會嚟嘅話啦，佢就會去搏命係咪？但大家知道嘅係啦，其實咁嘅歷史咧好，其實好在乎人嘅。所以睇舊約聖經，
即係個民族一個國家咩時候真正去復興起嚟咧？唔係靠邊個拳頭硬㗎，而係靠乜嘢咧？即係人嘅裏面啦，即係得咗個敬畏神嘅心嘅時候。所以咧喺以色列嘅歷史當中啦，有好多個王，但係當留意讀嘅時候，會發現邊個時代邊一位王在位嘅時候係興盛係強盛嘅咧？係當呢一個王，當呢個百姓去敬畏神嘅時候，整個國家咧就會強盛嘅。相反，唔敬畏神嘅時候啦，都會非常之嘅悲慘嘅。應該通過歷史我哋可以得到咁嘅教訓。所以放到人哋嘅身上邊，所以帶住咁樣嘅動機去跟隨耶穌啦。有好重要一點啦，係我哋需要咧跟住耶穌所帶領我哋嘅方向去改變我哋嘅，改變我哋嘅心思，改變我哋嘅意念，改變我哋嘅動機嘅。因為神嘅意念高過我哋嘅意念，神嘅道路高過我哋嘅道路嘅。人能夠為自己籌算啲乜嘢咧？人嘅一生就好似咁樣嘅浮雲，幾片浮雲一樣嘅，出現小事就不見啦。呢個就係人嘅人生。最好重要嘅係我哋啦，即係需要跟住神佢嘅意念，跟住神嘅道路咧，嚟到改變我哋嘅意念，改變我哋嘅道路嘅。呢個非常之嘅重要。假如啦，偏偏固執去偏行己路嘅時候咧，最終只能夠咧陷入一種悲慘嘅境況當中。都睇得見啦，猶大最終雖然係位列喺12個門徒當中嘅一位，但係至於佢嘅結果啦，係非常之嘅悲慘嘅。本係一個咧要去見證主、見證天國福音嘅一位福音嘅使者，但最終咧以30兩銀子咧賣咗耶穌。睇上嚟因為錢嘅問題，但係可以更深去睇嘅時候咧，喺呢隻佢裏邊咧，佢嘅心思、佢意念咧，冇真正去改變過嚟嘅，但係只固有嘅咁嘅諗法，嚟到去生活，而最終同耶穌咧佢錯開咗嘅。其實耶穌都知道，所以咧就最後為止咧，都想去挽回猶大嘅，唔係喺最後個晚餐嘅當中，將佢放喺自己嘅離自己最近嘅一個位置，用好多嘅話嚟到去勸勉佢，將佢挽回佢。我希望佢能夠去敞開心去接受主嘅愛，但最終嚟睇嘅話咧，由於佢冇去接受嘅，冇認接主向住佢呢一份嘅愛，最終往自己嘅道路就去走啦，走一條錯誤嘅道路，最終咧用30兩銀子賣咗耶穌。所以我哋都知道咁嘅事情，但係大家諗下，呢件事情幾咁恐怖咧？被自己所愛嘅人被賣咗，喺腳當中有邊一個咧？約瑟被自己嘅哥哥啦去賣咗。即係諗嘅時候啦，幾咁令人感到恐怖嘅事情咧。所以睇翻我哋去走信仰道路嘅時候，雖然不論我哋係出於點樣動機嚟到開始跟隨耶穌，但好重要嘅係咧，喺個過程嘅當中，我哋需要跟住耶穌所帶領我哋嘅呢個方向嚟去改變我哋自己㗎。否則嘅話咧，就好似鹽失咗咗味，變咗質一樣，只能夠俾人掉喺外面啦，俾人踐踏嘅。所以睇翻啲人，但佢會背叛咧，點會跌倒咧？喺佢裏邊咧，冇咧
佢跟住耶穌嘅佢嘅諗法嚟到去改變㗎。即係耶穌嘅一生係點樣嘅一生咧？係十字架嘅一生，係完全嘅倒空去捨己㗎。為咗別人，成為別人嘅僕人，但點解心靈就去生活㗎？即係徹底嚟到去走落去，愛到底為止㗎。呢個主嘅一生，但係咁樣嘅主嘅愛跟前啦，點解猶大佢冇去改變佢自己咧？有生路唔行，活路唔行，偏偏走咗條滅亡嘅道路咧。咁所以睇嘅時候啦，係因着人嘅裏面嘅呢種嘅驕傲啦，同埋背裂㗎。嘅人啦，人生個道路啦，係跟住人嘅諗法嘅不同啦，會走唔同嘅道路㗎。所以人嘅諗法係非常之重要嘅。我哋計點樣諗法，計點樣心思嚟生活嘅話咧，會決定我哋嘅人生會走向邊一度㗎。好多時候我哋覺得，我嘅諗法係啱嘅，係咪？就遇到呢個情況、呢啲事情嘅時候啦，點解佢係咁樣嘅咧？係咪？點解好似我咁先啱㗎嘛？喺舊約聖經當中有咁樣嘅事情，當該隱同亞伯，係咪？當亞伯嘅祭物被神去悅納嘅時候，該隱嘅反應係乜嘢？咩咁樣㗎？點解唔知道我嘅？非常之憤怒，覺得神你唔啱。喺個時候，神點樣去勸勉佢咧？罪就喺門前，你卻要去制服佢。當你知道結果係點樣，係咪？該隱都冇去制服呢個罪，而唔係用罪去引誘佢，將佢去擄去啦，而且犯一個不能夠挽回嘅一個嘅結果。喺呢個時候，其實我哋會因着呢個情況、呢個環境、呢個狀況當中，可能我哋咧會陷入到當中嘅，咪可能俾自己嘅情感、俾自己嘅諗法去找住。所以可能會知道，唔應該咁樣嘅，我哋信耶穌唔應該咁樣去做嘅。但喺生活裏邊咧，唔得，必須咁樣去做，解我啦，唔能夠解我心頭之恨。所以咧有唔想聽嘅心。又可以我哋喺猶大嘅裏面咧，即係耶穌用咗諸般嘅話嚟到去挽回佢嘅。嘅問題係咧，佢裏邊咧一直都冇去聽。當然呢個並唔係話單單只猶大個故事。其實我哋好多時候，我哋有個時候可能都會遇到咁樣嘅。雖然知道，但唔想去聽，係咪？所以由此可以講嘅啲乜嘢咧？人真係罪人，明知有活路唔行，偏偏走一條將滅亡嘅道路，係咪？明明成個意念高過我哋嘅意念，偏偏咧跟住自己意念嚟去走，呢個可以話係人嘅裏面一種嘅驕傲，一種嘅叛逆㗎。所以呢，就通過猶大嘅佢個背面嘅當中咧，就睇得見嘅係咧，罪人嘅裏面咧，好深嘅一種嘅罪性㗎。因為你知道啦，猶大係背叛者係咪？但佢亦都係一位嘅門徒，係咪？係經過耶穌㗎，經歷咗3年嘅時間，同耶穌一齊去生活，親自聽耶穌個教導。
得個耶穌嘅侍奉，得佢個愛嘅人。但係最終佢係點樣嘅？硬住自己嘅境況，係咪對自己嘅一個嘅情況嘅當中嘅？最終咧走上條咧滅亡嘅咁樣嘅道路。大家諗下，其實最終猶大佢係自殺嘅。點解佢係自殺咧？係當佢真係明白過嚟、醒悟過嚟嘅時候，佢發現喂，邊個做咁樣嘅事情嘅咧？就啱啱聽到嗰位嘅嗰個牧者咧，佢話：點解會成為一個咁樣嘅人嘅咧？係咪？所以聖經裏邊咧，有一句話嚟講㗎，係咩？魔鬼咧入咗猶大嘅心裏面，所以真係好重要嘅啦，去保守我哋嘅心㗎。魔鬼仲係尋找機會啦，去搶奪我哋嘅心㗎。做咩啊？將你去擄去，將你帶到咧滅亡嘅道路當中。咁你會問：咁點解12個門徒只得咧去就揾猶大咧？其他門徒應該冇事嘅咧？係因為猶大嘅裏邊咧，佢裏邊嘅驕傲同埋固執啦，讓佢咧走上條不歸路㗎。就啱啱提到啦，就好多事情、好多問題嘅發生，都係後面而發生嘅事情，先係咧人嘅心裏邊啦有咗咁樣嘅問題，所以咧產生咁樣嘅結果。所以睇得見啦，好似該亞嘅例子嘅當中，神都已經提醒咗該人㗎啦，要注意啊，罪就喺嗰度㗎啦，你去制服佢。點問題啦？該人嘅裏邊啦，佢冇去聽，即係當局者迷係咪？即係人真係好深嘅被罪去捆綁，以至啦，佢走一條咧滅亡嘅道路，係咪？所以其實從咁嘅角度睇嘅話啦，人冇神嘅話，會點樣咧？好可怕㗎！人跟住自己嘅諗法、用意念去生活嘅時候啦，最終都會成為咧魔鬼嘅咁樣嘅網絡，都陷到魔鬼嘅網絡當中㗎，最終只能夠咧走向滅亡㗎。所以點解你需要耶穌咧？冇耶穌嘅話啦，人最終都只能夠走向滅亡㗎。即便話係個點樣嘅善人係咪善者，但真係唔認識神，冇耶穌嘅生命喺佢裏面嘅時候啦，最終都會成為啦撒旦啦所攻擊嘅對象㗎。最終咪讓你走上呢條滅亡嘅道路㗎。所以其實可以從猶大嘅佢一個故事嘅當中啦，帶咗我哋好深嘅種嘅思想。有人話啦，天堂同地獄啦，就一念之間嘅事情，係咪？這一分鐘都係好人一個，但下一分鐘可能完全改變過嚟，係咪？人就係咁樣噶啦。所以好重要啲乜嘢咧？當我哋相信咗耶穌啦，我哋主嘅門徒，我哋都係主嘅門徒，係咪？但係需要啦，出更進一步，要嚟到主嘅跟前。本來佢話啦，我與基督已經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嘅不再是我，乃基督咧會喺我嘅裏面嘅。可能我哋聽過呢一隻經文，但大家真係我哋需要將呢隻經文咯，要喺我哋嘅生命嘅當中，將我哋嘅過去嘅老我，將我哋裏面嘅一切過去嘅心思意念
呢個都要釘喺十字架上邊嘅。咁樣嘅時候咧，我哋先至能夠跟住主嘅佢嘅心思、佢意念嚟到去生活嘅。咁樣嘅時候咧，我哋先唔會與主咧嚟到去錯開嘅。咁樣嘅時候咧，我出咗個道路咧，先唔會係偏離嘅。最重要係乜嘢？呢個生命咧喺我哋嘅裏面嘅。所以提到啦嘅猶大啦，佢真係冇將呢個生命咧真正認進喺佢裏邊嘅。雖然表面上跟住耶穌，同耶穌一齊生活係非常之親近嘅人，但係心嘅裏面咧，佢冇基督嘅愛生命喺當中。所以最終咧，當然冇被改變過嚟啦，係咪？甚至咧，就有一條錯誤嘅道路。即係好重要嘅係咧，即係唯一嘅道路係叫乜嘢咧？唯一嘅道路啦，就係通過咧耶穌基督嘅。世上咧冇其他嘅道路可以真正去改變我哋嘅。即係使徒彼得佢話啦，喺天下人間啦，冇之下別嘅名，我哋可以靠着得救嘅。唯一讓我哋得着生命嘅道路啦，即係通過耶穌基督嘅。所以於我哋嚟講啦，要跟佢找緊住主，因為住嘅生活啦，呢個非常之嘅重要嘅。稍有失神綁神嘅時候啦，就好似彼得一樣，就你沉入海裏面一樣，係咪？咁有耶穌快救我啊！係咪？當我哋冇真係去仰望主嘅時候啦，我哋只能夠啦活喺咁樣嘅世俗嘅當中啦，淹沒喺當中。睇得見啦，亦得佢裏面啦，因為佢裏面咧冇真正去改變佢自己嘅呢種舊有嘅一種嘅諗法嘅時候啦，當佢見到耶穌佢出咗個道路同自己所諗嘅唔一樣嘅時候，問題就出現啦。喺個時候，由佢用咗自己覺得啱嘅方式嚟咗去做。呢種嘅情況喺我哋嘅過去嘅人生當中，有冇咁嘅經歷咧？我係有嘅。即當我咁樣去做嘅時候，結論係咧，慘到冇再慘。同樣嘅猶大嘅結局亦都一樣嘅。只係一條咧唔能夠挽回嘅一條道路當中。所以知道啦，好重要嘅係咧，外在嘅問題啦，可能都係個問題，但係核心嘅係我哋裏面嘅，一切嘅問題都由心嚟去發出嘅。所以我哋嚟講，我哋心要去改變，我哋嘅心，我哋嘅生命需要基督同釘十字架。只讓基督生命能夠內住喺我哋當中嘅時候，我哋裏面先有一個真正活潑嘅咁樣嘅生命㗎，而唔係表面上去跟從耶穌，但係裏面咧卻與耶穌咧冇關係嘅時候咧，咁樣時候咧，主嘅生命嘅能力咧唔能夠喺我哋裏面咧去發生出嚟㗎，亦都唔能夠帶出一種改變嘅咁樣嘅生命㗎。所以從猶大嘅佢個嘅跌倒嘅事件當中咧，我哋能夠可以知道，原來咧，仲要係我哋嘅內心㗎。所以耶穌話咩啊？只是你們不常有我。我盼望我哋能夠咧，常常與主喺一齊，不單單止表面上嘅，而我哋嘅心思、我哋嘅意念、我哋嘅焦點、我哋所嘅一切咧，都係咧與主喺一齊嘅。咁樣嘅時候咧，是能夠保守我哋，即係讓我哋能夠啦喺條信仰道路當中啦，不至於跌倒嘅。
好，呢個第一點。咁第二點咧，要分享嘅關於咧補選使徒呢件事情。其實啱啱提到嘅內容當中咧，都知道啦，作為使徒係有咁樣嘅條件嘅。啱啱提到幾點啦，大家可以去回想下。但喺度咧，點解主要去補選翻呢個使徒咧？上次都講過啦，其實12位嘅使徒係咪？12本身係非常之有意義嘅呢個數字，係咪？有12個支派啦，12個門徒啦，而天國當中咧有12扇門，12道門。所以我其實作為主嘅門徒啦，係非常之尊貴嘅一個嘅位份嚟㗎。所以使徒彼得係點樣去講嘅咧？你們是被揀選嘅族裔，係軍中嘅祭司，是聖潔嘅國度，是屬神嘅子民，是叫你們宣揚那招你們出黑暗入光明者嘅美德。係咪？大家我哋係點樣嘅人咧？我哋點樣嘅人咧？彼得話：我哋係被揀選嘅族類，係軍尊嘅祭司，係聖潔嘅國度，係屬神嘅子民。好盼望呢兩個成為我哋嘅認識。我哋不單單係一個信耶穌嘅人，我哋係軍尊嘅祭司，係屬神嘅子民。非常之罕大嘅一個福分，係何等尊貴嘅位置。但可惜嘅係啦，猶大咧，佢將如此寶貴嘅位置咧丟棄咗。所以講一個非常之大嘅悲劇。所以最終要去補選咧，要嘅使徒。咁你點樣去揀合適嘅人選咧？大家諗，跟住去選一位使徒嘅話啦，咁應該有啲咩條件咧？可能需要咧有好有信心嘅，咁有聖靈嘅能力，好識講道嘅，通曉聖經嘅，有先知講道之能嘅，係咪？可能有千百樣嘅咩恩賜嘅人咧，可以當使徒。但有冇咁嘅人咧？其實冇嘅。所以聖經當中咧，神揀選邊一個去接替猶大，去填補一個使徒嘅職分咧，係馬提亞。所以我哋唔會好特別提關於馬提亞一個人，但係可以從呢件事情當中知道點樣嘅人可以成為使徒嘅。喺12節裏邊話到啦，就算從約翰施洗氣直到主離開我們被接上升的日子為止，必須從那常與我們作伴嘅人中立一位，與我們同作耶穌好的見證。阿們。就係呢兩個條件啦。即係咧係常與我哋作伴嘅咁樣嘅一位咯，並且同佢作主復活嘅咁樣嘅見證人。冇我啱啱提到嘅各樣嘅恩賜、各樣嘅能力，其實呢啲都唔係最優先嘅。而係啲乜嘢？係跟耶穌喺一齊嘅。啲咁樣嘅人，咁樣嘅人啦，能夠成為咁樣嘅使徒。當然唔係話標準一齊嘅意思，嗰種一齊嘅意思係咩啊？即係心嘅裏面啦，與住喺一齊嘅人。其他嘅外在嘅能力、呢啲嘅才能、各樣嘅呢啲嘅恩賜等等，都係啲重要嘅。但更加重要嘅係啦，佢裏面有冇真正去跟從耶穌，同耶穌一齊生活、一齊走嘅咁樣嘅人，呢個係首要嘅條件。其次係啦，作為主佢復活嘅見證人。換句話說咧，就係明白主佢嘅十字架嘅。
能夠見到咧、遇見啦復嘅主嘅咁樣嘅人，能夠成為咧主嘅咁樣嘅使徒㗎。所以喺度咧喺見通過咁樣嘅搖籤嘅當中咧，選出咗馬提亞出嚟啦。你可以諗下，像馬提亞，即係個寶選嘅使徒，係因住啲咩嘅意義、咩嘅緣故佢被選上嘅咧？呢啲乜嘢咧？叫冇㗎，係咪？所以同大家有啲不一樣㗎。當我哋每個人都喺呢個馬提亞嘅嗰個位份嘅當中嘅，我都係被神去揀選，跟住啲咩嘅緣故咧？冇我哋自身嘅緣故，單單係因着神嘅恩典㗎，將我哋白擺喺咁樣嘅位置嘅當中㗎。所以我哋需要知道呢一點㗎。其實人係點樣嘅咧？好容易變得驕傲㗎。因住我有點嘅能力、點嘅恩賜、點嘅才幹啦，好容易咧，我哋嘅心會放喺呢個事情當中，至於我哋裏邊咧，好容易驕傲起嚟㗎。但係知道啦，對於我哋所做嘅一切，之先有神嘅呢份嘅恩典㗎。所以都可以講，我哋所領受嘅一切啦，都係神白白俾咗我哋㗎。呢啲恩賜、呢啲能力，你自己生出嚟嘅咩？唔係㗎，神賜予俾我哋㗎。呢啲嘅恩賜、呢啲嘅能力㗎。所以對於人嚟講啊，白白去領受㗎，點能夠靠住呢啲嘢去變得驕傲咧？唔可能嘅事情㗎。係，所以好重要嘅係啦，知道我哋自己個位份係好重要㗎。所以喺雅各教育當中有雅各，當雅各喺曠野當中非常之疲憊嘅時候，神讓佢睇一件點樣嘅一個異象咧？一個夢咧，一個天梯嘅夢，係咪？讓佢知道原來我所在嘅位置一個連住天與地嘅咁樣嘅梯子，呢個係神嘅殿。而家我哋所在嘅位置咧，就係一個連接天同地嘅咁一個位置嘅當中㗎。天上嘅祝福咧，即係我哋能夠臨到咧呢片地上，同樣嘅地上嘅人，因着我哋能夠咧可以咧嚟到神嘅跟前㗎，所以非常非常寶貴嘅呢個嘅位置。雖然可能我哋著睇上嚟非常之嘅簡陋，甚至無能，但係知道啦，係神將你放喺咁樣嘅位置嘅當中，神去呼召我哋去揀選我哋。係因着神嘅呢一份嘅恩典㗎，所以呢，我哋知道呢份恩典嘅寶貴，知道呢個位份嘅寶貴，係咪？以至我哋裏邊咧，需要常帶住個謙卑嘅心。使徒保羅佢話啦，但係點樣心嚟到生活咧？看別人比自己強嘅心嚟到去生活，帶住咁樣嘅謙卑嘅心。使徒保羅佢話乜嘢啊？向點樣嘅人？我哋做點樣嘅人？我以視為別人嘅勞僕嚟到去生活，為要多得人，為咩？佢得咗別人嘅心㗎，係咪？呢個可以話係使徒裏面啦，好深去明白基督裏面嘅咁樣嘅生命，而且咧佢會出咁樣嘅用福音嘅同埋生活㗎，係。世上嘅生並唔係咁樣㗎，將人咧踩喺自己腳下㗎。但係福音嘅生活係點樣㗎？係將別人啊看作比自己強㗎。咁樣嘅時候啦，嘅八福嘅裏面第一個講係咩啊？謙卑人係有福了，天國是他們嘅。真正能夠承受天國嘅人係點樣嘅咧？係咧謙卑嘅人，心裏面咧貧窮嘅咁樣嘅人㗎。咁樣神啊，神能夠去使用咁樣嘅人，能夠成為咧咁樣貴重嘅器皿㗎。不論係木器好、瓦器又好、咩器都好啦，重要係咩啊？係乾淨，能夠被神去使用，係咪？呢個先係重要㗎。
再寶貴，但唔能夠被神去使用嘅話啦，最終都被丟咗外面，只能嘅愛慕鐵齒嘅。所以好重要嘅乜嘢咧？即係將神嘅呢一份嘅恩典啦，看為寶貴嘅。睇見啦，主所揀選嘅呼召嘅呢個門徒啦，清一色嘅漁夫、稅吏、罪人，係當時咧被藐視嘅呢啲嘅人，仲有好多係跟隨耶穌嘅呢啲嘅婦人，係當時咧被睇唔起嘅呢啲嘅人。但係知道啦，呢120個人啦，通過120個人啦，搞到非常之驚人嘅一個嘅生命嘅歷史㗎，係咪？呢個可以話啦係神佢嘅福音嘅能力㗎，係咪？叫啲咩啊軟弱嘅呢啲人興起，讓剛強人咧感到羞愧嘅。呢個係福音佢嘅能力，唔係係神拯救嘅大能。呢個係咧通過福音啦，我哋能夠知道更加明白嘅咁樣嘅世界㗎。亦都可以話係主佢所走過嘅咁樣嘅生活，佢走嘅呢條嘅道路。所以大家要知道啦，呢條道路容唔容易咧？人生條路容唔容易行咧？唔容易嘅。唔知佢話係條窄嘅路，但係佢係通往永生嘅道路㗎。所以大家雖然唔容易啊，都知道唔容易嘅，但係要知道啦，真係好好嘅去堅持，走到最後，係咪？成為一個有始有終嘅基督徒，係咪？咁嘅時候咧，能夠領受神所為我哋預備嘅咁樣嘅生命嘅冠冕㗎，係咪？所以我哋通過猶大，係咪？喺非常之寶貴嘅位置嘅當中，但因住自己裏面嘅呢種嘅環境、呢種嘅驕傲啦，最終跌倒咗，係咪？所以我哋需要從咁樣嘅事件當中啦，去吸取教訓，係咪？以至呢，從好多嘅信心嘅呢啲嘅列祖、呢啲信心嘅偉人嘅當中啦，要知道我哋每一個人都係咧，係連接天與地嘅咁嘅梯子，係咪？係神嘅殿，係天嘅門，係咁樣嘅人。雖然有我哋裏面嘅軟弱同不足，但係知道我哋本身呢個位置係非常之嘅，令人感到懼怕嘅位置，係咪？所以我哋需要咧，將眼目定睛喺一份嘅呢個位份啦，呢個使命嘅當中嘅。我哋因住呢份使命啦，而變得寶貴嘅，唔係因住我本身係幾咁寶貴，因住我哋所做嘅事情，而咧變得寶貴嘅。就好似主耶穌啦，點樣？取咗人嘅形象，成為人嘅樣式，取奴嘅形象係咪？即係最低嘅位置，做咩？神即係咩？將佢升起嚟，接佢超乎萬民之上嘅名譽。呢個係主要喺見嘅，跟住倒空而得著充滿升高嘅福音嘅咁樣嘅生活嘅。所以對於我哋嚟講，好重要嘅係咧，我哋生活當中為咗啲乜嘢就去生活嘅？乜嘢讓我哋能夠真正變得寶貴？唔係我擁有啲乜嘢，唔係我有咩嘅能力，最緊要我哋裏面咧，因住擁有基督生命喺我哋裏面，呢種我哋能夠咧，好似咁樣生命嘅，知道基督生命嘅時候啦，咁樣生命係寶貴嘅。就好似係彼得前書裏面所講嘅話，係咪？我哋如是寶貴嘅，我哋君尊嘅祭司，聖經講到屬神嘅子民，並且點啊？我哋要去宣揚那奇妙令我哋出黑暗入光明者嘅咁樣嘅美德㗎。通過我哋去見證、去分享
信實嘅、神嘅愛、神嘅咁樣嘅生命嘅，讓喺黑暗當中嘅人能夠睇得見咁樣嘅真光，而得着咁樣嘅生命，係咪？應該可以話係最寶貴嘅，神都俾我哋嘅呢個使命㗎，係咪？十二個使徒佢所做嘅咧就係咁樣，去見證主耶穌基督嘅福音，並且咩啊？去宣揚關於天國嘅咁嘅事情。所以耶穌佢話啦，父點樣去差遣我哋，為咗差遣你哋進人群嘅當中，係咪？所以第一，我哋每個人都係奉差遣嘅人生，我哋並唔係主人，我哋係奉差遣嚟到地上面嘅作為主嘅咁樣嘅使者，係咪？所以第一，我哋每個人係因着主嘅絕對嘅預知預定啦，所呼召所揀選嘅。所以需要咩啊？去回應神嘅呢一份嘅揀選㗎，以至咩啊？通過聖靈嘅能力，去為主咧去作見證嘅。所以喺度第一之後咧，呢個伏筆係啲乜嘢咧？係得着咧聖靈嘅能力㗎，去為主去作見證。所以第二章一開始咧，講嘅就關於咧咁樣嘅聖靈降臨嘅呢個五旬節，係咪？喺咁樣嘅節日當中啦，呢啲嘅門徒、呢啲使徒們啊，都係從上頭而嚟嘅咁嘅聖靈嘅能力㗎，以成為咗非常之剛強嘅，讓堂堂去見證咧神恩惠福音嘅咁嘅使者咁。就盼望我哋每一個人啦，即係能夠知道嘅我哋所在嘅一個位置咧，係何等嘅寶貴㗎。好似雅各所醒唔到嘅一樣，雖然喺曠野嘅當中，但係神卻喺當中，而我卻係連接天與地嘅咁樣嘅梯子。天上嘅祝福能因着我臨喺地上，而且地上嘅人咧都因着我能夠咧去到神嘅跟前嘅。神將我哋咧立喺咁樣嘅一個位置嘅當中㗎。最重要係啲乜嘢咧？我哋唔可以咧躺平，而咩？即係咩？垂直嘅向着神咧去站立起嚟㗎。咁呢個時候咧，天上嘅使者咧能夠咧上去落嚟㗎，係咪？最重要嘅係咧，不在乎我哋自己，不在乎我哋嘅環境，係在乎於咧神佢嘅能力㗎。再好似撒迦利亞書裏面又話乜嘢？我哋依靠嘅係乜嘢咧？唔係啲乜嘢㗎，係靠住萬軍之耶和華嘅名幫能成事㗎。即係我哋生活當中靠住呢啲乜嘢，有成就啲乜嘢咧？冇㗎。會有咩？靠着神嘅靈，我哋先至能夠成事㗎。最盼望我哋能夠啦，即係能夠去領受啦，從上頭而嚟嘅祝福，聖靈嘅能力，以至讓你嘅生命啦，真正成為一個活潑嘅生命㗎。係咪？我哋話春節去迎接天上嘅祝福，但係真正祝福係啲乜嘢咧？神在應許賜我哋嘅聖靈嘅能力㗎。靠聖靈嘅能力，我哋能真正咧成為一個咧剛強嘅人。係咪？我盼望我哋每一個人咧能夠喺喺咁樣嘅轉換嘅時候當中，讓我哋能夠啦帶住咁樣嘅有聖靈嘅能力去福護着我哋，以至讓我哋能夠去知道我哋原來係擁有住咁樣嘅使命嘅人，佢哋去使用我哋，去復興我哋，去復興我哋，讓我哋能夠咧成為真可以見證住佢嘅恩惠嘅福音，見證佢嘅經營嘅工作嘅主嘅咁樣嘅兒女。通過我哋嘅生活能夠顯出咧神嘅榮耀，以至能夠可以結出咧咁樣嘅生命嘅果實嚟獻上俾神㗎。好，今日嘅分享就到呢一度。好，這個我哋節目嘅時間，盼望我哋能夠咧有咁樣嘅時間安靜落嚟嘅神跟前，讓你經過嘅分享嘅當中，再重新思想我哋所在嘅一個位置係何等嘅寶貴，讓你能夠咧重新思想神嘅
呢份嘅恩典，讓我哋能夠咧帶住一份回應嘅心，直接其實真係聖靈能力咯，讓我哋能夠咧成為咧主嘅咁樣嘅福音嘅咁樣嘅見證人。我哋一齊咁樣嘅一齊去禱告嘅時間。
没有什么，没有主的爱的话，我是一个也不知道，没有主的智慧的话，我是一个也不能做，没有主的能力的话，我一瞬间也不能活，没有主的生命的话，我现在活着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活，他的生命就是成为我的生命，我的一切的这日子也是都是主的，亲爱的主啊，原来主教我们，原来主给我们的一切，原来主让我们享受的一切，主啊，主给的能力，其实一个也不是从我来的，主啊，只有主的白白的恩惠，只有主的爱，主给我们的，主啊，这不是这些来主让我们骄傲，这一直这些来让我们愿意主要给的，真的主啊，深深的让我们明白主很深的爱，给我们，主啊，真的在一个一个来看，一个也给我们的，主啊，真的我们，从我们的人生，只能感恩，主啊，真的打开我们的心，主啊，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视角也愿意能够学习主的视角，主啊，我们还是很多，我们的视角和他这样的一个肉身的这样的视角，所以这个主赐给的是多么宝贵，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有的时候只外在的东西来我们轻看，主啊，真的有可能有待是，真的，没有很深的看见，这属灵的眼光来，没有真的看见主所做的，通过耶稣通过渺小的人来做的生命的工作，却只，容纳在肉体的这眼光来，把，这些，主的气象里当中，逐一的对待，主啊，真的，打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所以让我们再一次发现我们的这个人生，再一次发现这个主，所给我们的，这珍贵的礼物，让我们真的真实的接纳，来跟随主，主啊，感恩一切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就先多睇落去。
一路祝福你最贵，虽然如此，祝福着我。我全期待和盼望，不再是无悔，放胆传扬主的水江。查巴天父，就感謝你，就主你，即向至正覺我哋，即向至如先極為先覺我哋，主你無比嘅呢份嘅莫大嘅恩典，呼召臨到我哋身上，主讓我哋能夠將先知為寶貴，就能夠知道我哋所在嘅位置啦，係何等嘅寶貴啦，一切唔因着我哋自己。因住主你嘅一份嘅恩典，主盼我哋能夠啦，更加找緊住你份恩典，你哋去生活，主讓我哋能夠不斷嘅更加仰望住主你，不論喺點樣嘅境況當中，仲單單只係願意去誇耀主你，你份恩典，你份嘅愛，願你呢份嘅恩典同愛啦，覆蓋喺我哋嘅每個人身上，覆蓋每一位喺主你嘅兒女嘅身上，主讓我哋能夠一個仰望住主你嘅生活。求住你去帶領着我哋，讓我哋能夠喺我哋嘅渺小嘅咁樣嘅生命當中，能夠完出住你嘅福音嘅能力，福音嘅生命喺我哋當中，讓我哋能夠成為主你嘅福音嘅見證人。主將你嘅福音，因着許多好多主你嘅僕人嘅報受啦、傳達啦。不斷嘅嚟去傳遞到我哋今日嘅我哋嘅身上，只讓我哋能夠啦，帶住一份獻住主你嘅債嘅心嚟到，只讓我哋能夠喺每天生活當中，見證住主你嘅福音，只願更多嘅人能夠認識你，能夠回到我哋天父阿爸嘅計劃部當中，亦願主你係帶領我哋每一個人，特別係迎嚟咁樣嘅新嘅呢個嘅開始農曆新年嘅咁嘅時候，只讓我哋能夠單單有冇主你。祈求你天上嘅更大嘅聖靈嘅能力啦，臨喺我哋身上，又讓我哋通過我哋能夠彰顯住你嘅你寶貴嘅生命，美好嘅馨香之氣啦，能喺我哋嘅當中能夠去散發出嚟。願主你去石保守着我哋，帶領我哋前嘅道路。你感謝主你無比嘅呢份嘅恩典，亦賜我哋所需要嘅一切。通過願主你去使用我哋獻上嘅一切，求主你悅納，讓更多嘅人能夠認識你。感謝你，聽佢禱告，禱告奉主耶穌嘅名字祈求。願主因為天父上嘅慈愛、善能交通與交流，使到每一位上主主嘅愛與恩典當中嘅每弟兄姊妹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們。結束個嘅報告嘅時間。